潘指导这是？是潘指导还没来吗？不可能，潘指导是我们六师门的全勤狂，任职指导那么多年，还从没少过。哎，万里师兄，这里没有监控的。潘指导，大家在等您上灵砖召唤课。那个，我其实正想开门来着。要不今天我来帮潘指导带一课吧？绝对不行！学员们，我不上召唤课好不好？我不上！潘指导，您在里面吧？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潘指导，我知道您在。孙荣学员，我看今天大家就去上体术课吧。今天？不，是以后的体术课，该谁上就谁上。